在消息方面，台湾民众党原本下早是要公布不分区立委的名单，煞伫昨暗末赶紧来取消。原因呢有真侪讲法，郭文婷下早也针对着相关的议题甲代志来接受访问，咱来听伊安怎讲。应该这样的，因为虽然那些名次的名单大致底定了，但是还是要照程序的，中央委员会要开会，大家签字，这样比较符合正式程序的。因为有传出党内是不满郭台铭两边押宝，可能会调整高虹安的排序吗？不会啦，我们都讲话算话的，正直诚信的。那到底党内有没有不满这件事情？我讲每天，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不满的声音的，就是这样，你听听，能处理就处理，就这样。所以有人对赖香林也不满吗？有人也对赖香林排队不满吗？我就讲了我是没有听到的，但是这样的，反正这世界上什么声音都有嘛，所以我最后上面说我说最后我们还是开个中央委员会，大家都出席，名单公布，大家签字认账，然后结束。所以你的立场还是会力挺赖香林第一吗？至少到现在没有变到这样。有发生什么事吗？那海选的部分，因为海选的人有些人不在前安全名单，所以呢，他们有些人会觉得质疑。那你说只要他没有在安全名单里面，他就质疑，这哪一门子的话？像吴欣怡是不是确定加入？你要不要参加？那吴欣怡是怎么样跟他去接触的？有我讲，这个等确定再讲吧。他自己有都确定他自己确定。这样反正公布你就知道了。他会进入安全名单吗？他的排序。问题是安全名单是多少叫安全名单，我都不晓得了。有可能在6到10或7到5。没有啦，我跟你讲就是这样。这次选举真的很难预测，老实讲，特别这种。我看2个党还有亲民党，还有时代力量，还有我们，这实在是太复杂了。这个如果说只有2个党很好预测，当你5个党在移动的时候，这实在是这数学模型都做不出来。像你现在鼓励这个总统票写上柯文哲的名字，我有这样鼓励吗？没有吧？他也不会吧？那如果他不会是另类参选，他不会这样讲啊。有啊，他就这样讲。他说他到处在鼓吹要票投柯文哲，突然浪费30块的。没有啦，这不是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我们台湾马路政治评论家很多，你知道？有时候到中南部去，就是那样讲。他说我们那些2个党都很有钱的，我为什么要投给他，再让他多赚30块？是吧？故事是这样，没有人说要在上面写柯文哲的，拜托，要投会票不用写柯文哲。但这样是算是另类的测试的人气，这样是可以认为说可以测试人气吗？测试不用，不要出怪牌嘛。像昨天郭台铭在脸书 po 文说，政党票支持民众党、亲民党，他说饼要做大，第三势力才会赢。他这个说法是要等于是对你们来释出善意吗？就这样嘛，这个反正他的人2边都有，他也知道2边都帮忙，不然怎么办？到底哪边人比较多？我们还是主要，我们还是专业考量啦，就挑一个说，这个，每个人选择的不一样嘛。我们还是我比较功能导向啊。你觉得多种偏心吗？不会的，偏的是什么？差不多了，有没有其他题目可以问？七成的，就是民调显示有7成的游移票还没决定，然后怎么样？对，7成是游移票，哪有那么多啊？7%有7成的游移，7%的游移票，那你会？其实7%的游离票很低嘞。我讲，一般选举倒是7%很低的，应该30才差不多。像你怎么看今天国民党不分区传出可能会把吴思怀和邱毅都移到比较后面，甚至是踢出名单外？那等他们发生再讲嘛，反正2个党，我现在是拿在比赛嘛。所以你会看到民进党排除就是你建议吴敦义就干脆直接排除安全名单嘛，或是连不分区名单都不要排，会不会对国民党比较有？没事，问下一题。你怎么看张善政早上讲说不要把庶民讲的都没有放？对了，庶民也是可以有房子的，没有错啊。这也还好这样。所以你觉得韩国瑜的那个房产争议到最后能安然？不是啊，我跟你讲他都可以开一家学校，他也不是穷人啊，
说我倒觉得庶民跟穷人不一样，庶民就说我们只是，不过老实讲，那也不是庶民了。哎呦，好了，这个反正都政治口水，时间过去就好了，还大家全国民众再忍耐一下，再50几天就结束了。